你覺得牛奶定豆奶營養多啲啊？應該係牛奶啦。我個仔日日飲牛奶，快高長大啲啊嘛。牛奶好似營養高啲嘅，不過上次復診呢，醫生話豆奶好似仲好啲喎。我日日都飲蓋士堡啦嘛，戒指啊！好多街坊覺得豆奶稀就等於冇營養，呢個咧係好典型嘅誤解嚟嘅。牛奶結身，因為佢咧有較多飽和脂肪同埋乳脂，飲落口感豐富。而豆奶稀咧，主要係因為佢低脂肪、冇乳糖，但係唔代表佢嘅營養咧係少過牛奶好多㗎。尤其是咧係50歲以上嘅人士要護關節，唔可以咧淨係睇鈣，蛋白質同樣關鍵。關節軟骨、韌帶同埋肌肉全部由蛋白質構成㗎。隨住年齡增長啦，身體咧會越來越難消化蛋白質，所以咧最好揀植物性嘅蛋白質，例如啦豆奶有豐富嘅植物性蛋白。比起動物蛋白質咧，較為容易人體嘅吸收，而且大豆咧係超級食物，為身體提供必需嘅氨基酸，幫助細胞生長同埋修復。除此之外咧，而家有好多製造商會喺豆奶入面添加營養素，例如葡萄糖胺可以保軟骨，令到豆奶唔止補鈣，仲可以幫助保護關節健康。